南投德山有一位古农叫做陈如达，种柑仔种20担咯。3年前开始种黄金木瓜，今年第一届来采收，讲真水真甜。德山镇开始咧变柑仔，就有一位果子农民陈如达，为3年前开始种这种来自以色列的鸭柑，希望让人客有愈侪选择。以色列那里所培养出来的所谓有一种品种叫沃柑，种下去就叫做黄金茂谷。那为什么叫黄金茂谷？因为它类似茂谷柑。这种鸭柑形状和蘑菇真像，色水金黄色，所以嘛叫做黄金蘑菇。陈如达就讲，今年捌的黄金蘑菇真水，皮薄质汁，嘛甜不不。茂谷柑我们在生产的过程里面，大部分都会遇到年节很快就到了，然后来不及产销。那它的时间上的产销比较早，又比较长。随时代的进步，农民嘛不断投入新品种的建设，代表德山农产的多元发展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